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客家从10月太节庆其中一日6对戏服将炮上，更加系重点民俗活动。将炮上没有人下座，那一只奖也系对万万5.9岁开始嘅。不过5.9岁同现状嘅乡亲认为，将炮上太有名嘅，大家等都冇注意到清重要嘅戏服也嘅意义。尤其因还保留嘅传统嘅杨八公戏服团办服嘅仪式。故所以能今年结合被5.9岁束缚工作者嘅後生人，搶下來費用也嘅活動，有啲後生嘅咩影好影詳細記錄，同時頭一擺有民眾搶下來參加，但亦被拖攬，想要由韓國島民眾來認識，咩希望有啲後生人接下來嘅也嘅文化是得繼續保留下去。正月半節，屏東萬萬鄉同縣中天片鬧熱，為盼1年1拜嘅戲服楊八公同將炮上嘅活動，對搭廠到做炮上，也對村民都當熱心來參加。以前用一個竹面嚟啊，會燒起來冇，佔起個時間啊，唔會。竹面同一個字。有個幫得，有幫得，一條全部都得嘅。5.9歲受雇工作者嘅總幹事林品賢，從其關心菜地嘅環境同生態，被接送參加菜地嘅文化活動，因而佢就聽到百姓人士嘅阿鳳伯來學用嚟做炮上。一入進來就都幾一順咯，幫一下就係。夾面皮哦。夾面皮啊！都幾大下啊！也是按你時間，按你時間，都一直講嘛，都幫嘛，一粒俾你，就擺樹按你不太粒，唔係4粒。我18歲都開始做到嘅，現在83，只有2年啦，順天啦，感覺冇體力嘅。冇按你體力嚟講嘅，我都冇放棄都往過後上嘅，我都講俾人聽。想法就是我們要把炮裝上去，然後盡可能的把空間縮小就好。可是對阿鳳伯來說，這個東西他一定要，他要把它做到最小、最小、最小，然後讓人很難去真的把弓炮層，就是把尖炮層整個剪掉這樣子。所以他剛剛又把它縮得更小。那在我看起來就，你怎麼那麼小？你這樣真的人家炸得到嗎？然後對他來說，就是要炸不到才那個啊。地種嘅杜控組嚟講，單單都係老人家，故作主題由班老嫩嘅村民林品賢每前地位後生人來強下好事，同時每老也有傳統嘅show記錄下來。頭擺個老人啦，個到老人家個真順，有人將安尼來時節把。如果講好嗰陣咧，人日本人談，見到我個老人家冇後生嘅，一就拜後生啊冇老人家，係啊。對我們這邊的長輩來說，尖炮城其實是很重要一件事，他們一定會來看，然後看到哦，整個炮城已經被殲滅了，大家才安安心心的回家。對他們來說，好像有一種很特別的東西在他們心裡面，他們覺得要透過這個儀式，他們一整年才會平安。那這些東西，我希望先把它記錄下來，然後把它，就是讓更多人知道它的意義。當年正月半節，六對客人一定重要嘅就係愛戲服，5.9歲同現狀嘅紀念會楊八公。搭廠嘅傳統未保留到幾，不過搭廠用到嘅材料未認真時代改變呢。這八公就是元宵節是八公最大，福德正神，土地公最大，所以我們要有這個使命啊。至於福壽，大家有長壽享福，福氣大家都是能夠得到這樣啊，所以就這麼元宵節這樣啊。福壇的東西頭擺用樹嚟做嘅，民國70幾年嘅時間，都已經有玩過提示台嘛因為鐵嘅東西，用牙管，佢讓改做牙管個強。嗰強嗰好搭，頭擺東西搭廠我搭2日啦，糖講啊，頭擺樹啊要組合式嘅，有卡榫咧，嗰個千冇搭，佢喺見下嗰門面咧，
石头改片，用铁的铺有冇？嗰容易组合啊嚟。正一班頭一日，今日劉秀樓愛把嘢嘅東西送到祭壇，都會嘅下注就愛來讓白講。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，就是以前的人说那个田里面要放一只很长的炮城啊，然后如果说外面有那种像这个有没有，一看就知道van kim种来的人在我们的田里面的时候，就要怎样，就要把炮城放下来，然后把火点起来。今日五九歲事故工作站邀請民眾向下來參加，還用單日健康見介紹的方式，為民眾更加了解雅豐傳統文化。那在請村莊裡面的伯公的時候啊，那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可以讓外面的人像散步一样，我们慢慢的走这一个很宁静的村庄。可是它不像庙会一样哦，有那种大阵头啊什么，它就只是村庄人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那借由这个机会，就可以让外面的人感受一下一个村庄它最淳朴的一种宗教。大馬青年向下出發，村民送定橋位，為同莊嘅杜洪大嘅北港搶到衝都來見，要種一天為2點零鐘。師傅飛搶北港嘅時候，我哋有4組嘅，我哋總督嘅所有嘅北港佛祖菩薩咧，都搶到我哋那個創康來安坐。本人喺新南線他緊要來祭拜，祈求他家平安，身體健康，安尼人員。從萬村咧吼，人攏摕北港祭拜，搭咧篷布都安尼一攀，安尼5條水嘅方式都，搶北港一個創，有搶我哋體育防控嘅，我哋各村咧，我哋一個土地北港，來到我哋一北港壇下，來食飯，來商量事情。都按你的意思咁下啦。歸路嘅去搶北港，就做地欣賞到無共用風格嘅北港下，未欣賞回到菜地嘅水準同鐘頭。看到我們村莊，譬如說，為什麼伯公是放在這個地方？那伯公常常會放在村莊，大家覺得比較危險的地方。那這些伯公還有什麼意義？那這一些一般比較少機會，我在導覽的時候比較少機會去跟大家介紹這一些。這樣子的伯公文化其實還蠻特別的，自己在就是我自己原本是住田中，然後只是來這邊念書。那在原本家鄉那邊其實是沒有像這樣子就是的這種文化，所以還蠻特別的，自己覺得。我是每一年都會去那個萬金聖母遊行。然後就想要來看看這邊村莊自己人，就是很慎重、很隆重的在舉行一個祭祀的感覺，那是完全不同的。讓北港結束過後，天英義正一班打造3期嘅歡迎假，就會去準備各種嘅花，各個發揮自家嘅創意同美感，為貼盤花來建設建北港。我哋客家人啊吼，佢群camp，一路種那啲，我哋目前不會種嘅花，吼一摘來見神明咧。比較嚟講啊，吼聖誕花啦，吼桂花啦，吼元旦花啦，也得話吼，安尼各樣嘅種嘅啊，吼，有各樣安尼耐寒耐凍嘅嘅花話吼，一定都好喜歡種安尼。這個種的啊，這個種的啊，這裡講下從盤花有賣來花呢？盤花那個什麼啊？這個什麼花？蒲蓉，盤花蒲蓉，嘿，扁薄都要，插緊一點的，壓緊一點，一邊插一邊壓。一條盤花建立北港過後，同佢拿來洗澡，行走地用來洗身腳、清身保平安，比到上少也好傳統。當然未邀請附近嚟嘅貴小學生嘅嚟學韓國必須貼盤花。因為
个罢工啊，要办罢工，要对那个祖先有益，就是要把它变得更紧密，就对了。那为什么要做这种的事件呢？要拜拜。要拜拜。所以你今天是第一次做盘吗？算第2次。那你知道做盘花有什么技巧？没有我就是要把它做得很扎实。沙期嘅體驗要為同小朋友互動嘅機會，也到這年呢，面對菜地嘅信仰文化有客家層面認識。前重要嘅將炮上發通，未係大家一定期待嘅。基本呢該可以咧，所有咧一就尋親咧，來到我哋動員站嚟參與入拜人手節將炮上。人手節咧將炮上咧，我哋咧歷史咧一共有184年，也將炮上咧也民族發源地來到動員中就看得到清傳統嘅將炮上，連大字炮而用到嘅作歌都當講究。多做個係件重要嘅一件事情，去到佢好嘅做嘅，別出嚟做嘅呀，出歌聲，譜歌，同時喺其他都有乜嘅，有啲可能24節嘅節目。那我們所有嘅真幾年土嘅細節哈，全部順細上啊！而家每個人現在去讀一啲做嘅都可以啊，咩啊呢？我就話喺一前地方，過去我哋種嘅行會有人去學做嘅，專門去學做嘅，都為了將炮上用。譬如說，我們的炮層最裡面敷的是那個牛皮紙，它是亮面的牛皮紙，它代表就是以前弓炮層，因為它是要在田裡面放1整年的嘛。那以前是用油紙啊，才能夠防水。那現在的話，它就是至少用這種比較亮面的東西，讓它比較堅固。那別人的外面可能會貼春啊、福啊這一些東西，那我們的一定要貼鶴。它代表的就是肩炮成之後，把厄運帶到遠方。將炮上也很傳統，已經為200年嘞。本地喺呢度提下同保庇，一下行家嘅祈福求平安嘅意思。將炮上就是主杆吊上面。炮就放最上面，一聽到屏幕組或者民安那邊來侵入到這邊的時候，自家門口馬上點燃，上面炮響的時候，然後每個家庭響之後，大家都拿起，據說一些棍子啦、鋤頭啦，拿着就看在哪裡發生，大家往那邊集合起來，防止他們進來這樣。將把冇嘅東西啊，吸放起來。所有的憤怒、不滿、怨恨其實都扣喺地下講，將把救人的惡運都扣喺地下講。再用自炮嘅方式，將把呀都係打散喺度，打喺度啲腳照嘅。用下啲方式來看將炮上，那邊都講又係嗰種下嚟驅趕年獸哈，咁樣嘅方向嚟，也都發通到真好嘢，真有意思。對各天來嘅男兒，讓兒未嚟到也參加比賽，將炮上主題愛好淡，行愛動搖啲，每位有地位願意，將啲名義炮上渡空。幫佢哋，幫佢哋啊！幫佢哋。參加呢發動已經有10年了，從六隊肩炮陣活動到現在，這個是村莊的，所以說已經我們也連續拿了好幾年了。好啊。各位歡喜啊，因為從一年的發源你炸了一樣。有什麼技巧嗎？沒有，憑運氣。所以你是第幾次來參加？好多次了。對。然後這是第一次。對，算。那所以說今天真的有接到炮城新奇了。對。心情很高興。就算將炮上發通，已經有中央同地方政府來主辦做大型嘅特色文化發通。不過5條水動其中，還係堅持到日第7家嘅綜藝度來舉辦。後生人要上會接下來做，招待送退兒從下來嘅方式來做。安尼也向特色文化發通，將會還卡有特色，還卡有意義。